歌演布袋戏，作者陈志峰。手举元帅令，将领百万兵。啥人逆我令，定斩不留情。来，看，先来先看，慢来减看一半。来看陈某某演布袋戏。看会到较赢狗斗换一招，看袂到心肝头会起外药。平咧刀好难细组，住伫即个八卦山顶，甲有3位的好难徒弟，专门伫咧制作迄个好难仙丹。现在社会上有一寡生无代角的伫咧作乱，平咧刀。好难细组，要未开杀戒。若互我开杀戒食，我就叫我3位的好难徒弟，利用我这个好难仙丹，甲因拍死。伫公元1950年代，阮庄脚听布袋戏翁仔真时行。自细汉，阮就真爱看布袋戏。逐年若到庙会、新明生、三界公的生日，庄脚所在拢会请布袋戏团来做平安戏。另外，阁办桌请人客，闹热滚滚。庄脚人真有人情味，主人家真好客。闹热的时，阁着甲一寡亲戚朋友请来斗阵食青草。冬天雪皇帝，阮规定囡仔着烧少去戏棚骹看戏。戏棚骹真热闹，有卖杂西仔、折len豆仔、摇三粒仔，看戏的人嘛真济。有人讲做戏仔是低食够困，无下行。伫民国40-50年代的时，真正是安尼。拄着新明生，戏请好势了后，戏班就爱先来搭戏棚，戏做煞，才搁甲戏棚拆转去。也若拄着有人邪神，加请几工啊！做戏啊，就踮后场遐凊彩食，凊彩困，等戏做煞，才搁甲戏棚拆转去。半暝啊，暗暝蒙，阁无路灯，亲像摸黑在行路，真辛苦，阁真歹趁食。做布袋戏爱编故事，甲原来无遐尼精彩的代志夸口演出，互看戏的人感觉趣味，阁会接受。有一句话讲：一口说出千古事。十载武毒百万兵，千里路途3-5步，百万军兵6-7人，亲像两军作战。明明就这几仙仔布袋戏翁仔咧人命，伊煞讲有百万军的兵马咧决斗。明明就刣无3只猫仔，伊煞讲刣死几若10万兵。台北到高雄爱行几礼拜，伊煞3-5步就甲解决啊！演戏的讲甲喙角全破，听众感觉趣味，看的人佫感觉新鲜。这才是搬演布袋戏上成功的所在。黄俊雄的名言：人有冲天之志，无运不能自通；马有千里之行，无人不能自恶。严家室大飞不如鸟，夜工必足行不如蛇。时也、运也、命也，非我之所能也。公元1970年代，黄俊雄布袋戏分州大女侠，
造成轰动，演出583集，收视率达到97%的历史纪录。一直到1973年，布袋戏因为影响农工作息的理由，互政府停止播出。可见讲布袋戏有偌大的影响力。布袋戏甲歌戏拢是咱的文化，从古早到今，拢是台湾民间上常看到的野台戏。尾啊，佮发展到电视台、电影咧播出，因纯粹用台湾话口碑发音，用华语讲就袂顺时。这布袋戏是咱的母语上界水开的所在，对咱的乡土教育，对咱台语的流传，拢有真正面的意义。